天意的手，天意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，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享了心酸的爱，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流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阿姨呐，你做梦还建议某一天是台，你听当初还一本面子么？啊？万友啊，你还容易耐，连天饭都唔食啊？你也欠侬以前啊？啊，容易也关心，连见面都唔见面，我今日叫行下转呢，查起你太平洋一欠啦。哪能有答应？按样对下半年交代，我啊。依法人啦，一面做哪来标啊？你在当中我好朋友，你一天乱讲，到底发生哪个事情？对不起啦，没对不起就算了哈。阿姨啦，你想唔要来作风啊？啊，同我讲发生哪个事情？对不起啦。哎呀，那你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又快搞的事情啊！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解释清楚啊！你的日本生涯，你的爱台湾的过去啊！爱台个名，喊做喜天流，爱结过婚，有40岁人，未满了。就会帮我不用提个假，完了，加油，加油！你通来讲啊！我过来，你喊人啊！你其實呢度不偏嘅聲嘅，呢度本人將你台灣穿錢嘅自己。你好人啊！对。咁多年嚟，你係喺度嘅騙人。我冇騙你啊！我真嘅。唔跟你冇嗌嘅，我係做得非得你咧。我永遠就唔會原諒你。加油！唱叫戲啊，或者戲都做埋嘅。搖頭有乜嘅用啊？叫到嘅嗬，多數人都解釋清楚啦。我了解加油，佢當硬哭嘅。再講，佢係對不起家條啦。就算係救到佢，佢要做得講乜計？
有嘅生意咧有問題，呢度10歲咧，睇我哋同埋嘅天意線嘅脊椎係咪？第2型脊髓性肌肉萎縮症。啊，以後有一天我離開日本嘅時候發生咗什麼？你看啦，命講係兄弟啦，做兄弟唔係兄弟嘅事情，啊，你還算兄弟啊？嚇！我樣會講咧，我來一片啊，幫我鬼屋卡就頭放退咧，連阿文哦，也出去打人工，來兩啥，打回去加錢，根本冇法度還啊！欠住哦，就請到我做事嘅飯店去啦。我連廚師嘅條路都冇睇咧，咁都唔直接同佢講咯，都打電話同佢講都好啊。你係一筆動態嘅錢呢，我做唔得老超過拖下去啦。當時我打電話日本嘅時間，阿同又講又笑，可能精神好安排落去樣嘅，我嗰同嗰度錢好。人哋在講緊我，你看啊，有事情你同阿文開到嚟叫，開到嚟叫他冇地，係咪來台灣？啊，有嘢唔會地啦。有啲事情講出來，他也冇法度傾訴啦，只會增加朋友嘅負擔。其他嘅事情哦，總會有其他來擔啦。事情哦，那可能我聽幫個手，但是錢的事情啊，多多少少可以幫忙啊，你有何病啊？超哥啊，你的情誼哦，還會變到我的心度啦。你也懂辛苦啊，伊無簡單，將做出一世的名聲咯。我每一年哦，因為愛，到條哥嘅大病，全部就冇睇咧。咁打算安樣行？未辦呢個事情，你打算安樣啊？我做唔得對不起你阿家，我要對阿文老賴嘅負責。阿文為到我啊，這動多苦，佢哋下依靠，這從我老賴嘅。其實，佢哋把請我做來做事啊，我想當救嘅，我答應佢，為了你嘅事情啊。做一隻哥哥，我嘅老美滿離婚，本嘅一張冥婚。世界上有很多安排解決的問題，但我有個酒吼，你我點都唔拿。你想乜嘅事情，我覺得係唔啲啊。工作嘅事情都唔好想咁多，工作同人認真做。阿老婆講，千萬唔好想我離開阿爺，我唔會俾人離開啦。錢嘅事情哦，我會同負責，唔放心，點啊？什麼超哥？子俊。什麼超哥？唔好想咁多嚇。
莫走，慢慢行，等我跌倒。谢谢。我要2杯珍珠奶茶，1杯少冰少糖，另外1杯多冰多糖，还要多珍珠。你有看到两便你就会排队哦哈？哪款个某煮好好呢？啊，伊迄唔记得等伊某强哦，还唔记得等伊咧讲大事啦。也比用当然唔所谓啦。排先订的迄珍珠奶绿嘛。系啊。排先先让我讲。麻烦哦。其实按摩和总查按摩相关啦。不过有啲人事情做搞唔清楚，因为太马西上，很奇怪哦。有啲人出门迄唔是带耐心的。哎呦，因为出换算哦，你咧排个机会啦哈。冇洗妆哦，蛮出啊。好女不跟恶男斗啊，神经病！奇怪，买珍珠奶茶也放到他哦，什么没口德，自己爱插队，神经病哦，莫名其妙，讨厌鬼！哦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我的珍珠奶茶嘞！哎呦，你这么该啊，奇怪你神经病哦！你怎么双手空空的来啊？我的珍珠奶茶嘞没有带，还沿路骂人，怎样啊？俺又没骂，有事骂刚刚那个神经病嘛！神经病？你刚遇到神经病哦？人有没有怎么样？哎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跟你说，我刚刚遇到那个人哦，真是宇宙无敌超级没风度的。我刚刚排队啊，我以为他要插队了，我就说了他一句啊，谁知道他竟然很大声的说什么我身上的汗臭味很重啊，然后又说什么我没有口德，嘴巴很臭啊。哎呦，害我丢脸死了啦！我1分钟都不敢多留一下。下次哦，你要喝那家的珍珠奶茶哦，你去赶紧买啊，俺没去嘞。哎呦，好，我看一下。汗味是有一点呐，可是是香汗哦。要是这个嘴巴我看，不但不臭，而且还有淡淡的樱桃香哦，这是名副其实的樱桃小嘴。来，阿郭金姐，好啦，来跟我闹我是逗你开心你是公主嘛。不过你刚刚说的事情真的蛮丢脸的耶。我跟你讲那个神经病要是被我遇到的话我就你就怎样？我就还是很想喝珍珠奶茶你都不知道那个珍珠又 Q 又大颗吃起来好有嚼劲奶茶又好好喝都是你啦，这家买不到，不会去别家买真是的，你这是对公主讲话的态度吗？还有，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吃，你好 Q 那么辛苦去外面送瓦斯你好意思你？你干嘛这样讲啊？我也是偶尔偷懒1、2次啊，我平常也是很用心的帮他看店啊，干嘛去讲我？
好像在附近送瓦斯哎，快打电话给他，叫他等一下帮我买珍珠奶茶。那好啊，顺便给公主来一杯啦哈。哎，你刚刚只有说什么我贪吃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要来一杯？哎，我是公主哎。是的，好了。喂，阿 Q 哦，对呀，你等一下回来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帮我买珍珠奶茶？差唔多啦。安雄哦，妈，叫上班哦。系啊。哦，好势咯。喲啊，要点个啊？系啊，阿妹，我讲哦，根本哦，一天要钓太鱼的。到时就把阿妹和阿珍姐哦加菜。该钓太鱼，你们拿做人不下做？根无喏，根本无强用啦，根本哦唔是阿妹同属。我喺附近，看阿妹啊，好似买鱼的啊，买扣米哦，来了处理。有点菜哦。迄买鱼啊，迄钓鱼啊？这个钓唔到出去买啊。无样啦，你钓做人鱼啊，阿妹就全部二十，哈，他做了嘢，哈，冇啱做了，对冇？好啦，爱弟啊，我准备出门了哈，阿珍姐，拜拜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阿妹，给9成半哦，我是铁道，按部条哦，等下做了，祝胎传补阿妹生。哦，那好啦，那出门了哈。哦，阿生意啦。好，爱弟啊。阿妹姨，哎，来看下唱歌吼，秋天来吼，有日巷道来吼，中午的树南黑黑呢，看天时咪看个中午的节目哦，还看去秋天来吼，咪到中午呢。这个生意哦，真单纯，按台的这种生意重要，兴趣3分钟应该脱天，其他兴趣哦就钓鱼，汉白唔得兴趣嘛，还没唔得，知道吗？反应就好啦。有人才嘛？有人才嘛？隔壁人才。你要时间慢一些。兄弟，你看。有人才嘛？有人才嘛？慢点，慢些了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你对孙海做徒弟，俺哦一定要留在你身边，让我做出来。俺拢讲那个，俺哦按照练泰文，泰家做嘛阿练鼓，阿练鼓对不？俺哦到电视上看到师傅你都给全民美食啊，做出来有无？俺大心最有可能，俺就认真了。师傅，你听到做俺师傅，俺一定要留在你身边，然后做出来。阿牛，俺今日了，唔大将俺认来听到，唔该俺要做出来，来。来，师哥呐，师傅，来，唔看看，你讲係響冇？俺拢講哦，俺今日來哦，唔但請你來去，唔講俺帶獎牌哦，俺好教我神奇咯，俺全部有帶來啦。哎，走，快，師哥啦，你屁股啦，跟邊時同我，唔講俺邊一冇，俺咪攏講話哦，邊一跟住，還要有神奇蛋，快，俺咪攏現在講話啦，唔講，全部都貼名嘅哦，全部記嘅，唔講，還要，唔講，而家神得牌，雖然我很遠咧，暗過吼，幾班俺用你咧，幾陣你應叫佢講幾貼名，俺先講嘢，還要，唔講。俺料理版呢，还洋香了，俺做最重嘅，贴名单做最重嘅，唔該，俺蒸熟，全部最油啦，唔該，俺真嘅神級懂好啦。然後唔該，師傅，俺知道做料理就要用神明去做，錯冇？因為俺做料理嘅事情，俺當做神明嚟落看待，俺就用俺眼睛，你感動所有嘅人，大家說咧，全部係流目子。啊，師傅，還有俺唔記得。俺今日俺再考證照，鼓手師傅，有那種證照一定要出來做下徒弟。師傅，拜託，你一定要出來做下徒弟，幫我留在你身邊，放心。排泄啦，俺们调试，排泄了，俺们调试啦。哦，又为你。哎呦，哦，哎呀，对啦。你喺乜嘅啊？啊，按粗呢？哦。我刚米天奶水啦。米天奶水？哈，哎呦，你有很多俩哈，跟着我做乜嘅？
啊，那遐等下师傅那边陈述，唔到我妈咯。妈的师傅啊，你还买木卡啊？你也不卡？哎呦！我错的啦。哦，你俩还米蛮了啊？又唔系收容中心哦？啊妹，用中的不了中医了，天数啦，今日冇试过诶。歹势啦。好嘞啦，连个又没调试诶，给他们都用费事的没？你们排谁的嘛？什么人面目都骂到阿难他，要留点口德。嘿啦，我讲法就冇唔没口德啦。今日用拢多水诶，记咩冇公德心啊？迄讲我喺银行二用班啊，了迄真正发生嘅事情诶。佢讲佢送到银行，我可能叫佢用班啊。哦，了终于咯，用做的带到米满了啦。家自己啊，细细懂事理啦。爱定情况较好，主年拢爱下拜啦，啊。家慈，我看你去年两季嘛，佢未跳住嘅，我看佢人有心，冇人扶持你呢。嘿呐，家自己。马仔家子啊，我毕业后上。嘿啦，爱讲唔说话啦。我只想讲，遐个时间，迄休息时间啊，应该唔会有人来。迄个爱地位有人，爱要行个生意，唔会发生假嘅事情啊。是讲好得好，假拍到一家人，迄个银行嘅法就快啦。马仔人嘅起家人啊！哎呦，阿妹，你看佢根本就会挑食嘅。好啦，为了保持俺生意哦，俺买珍珠奶茶请您啦。师傅，阿神奇，珍珠奶茶做得好，俺等等来。好，俺嘅奶茶做嘛个哈？迄个行业做了之后就做水产啊，俺冇米天奶啊。哎，家子啊，你梁山好，真是青春无敌耶！不卡真就冇安弄一个，阿做阿连哥留下老天出来，啊。哎呦，阿妹，阿珍姐，你梁山好专门推给讲法。好嘞啦，家子，个什么人做到冇人骂你，我们使用的哇，你看，个30人望当得，伊细神啦，等下开店门的哇。阿珍，今边人买种菜嘛？乜个？落水嘅。阿妹，你没欺负我。来，家子，刚刚美新枫叶珍珠奶茶哦。哦，此仇不报非君子，给我走着瞧！吼，讨厌！哟，我看你哦，真有家世呢，请您痛哦。唉，我家子啊，同阿连哥年龄差唔多了。现在个我家子连10万就4唔抢，看用个啥就好啊，神经。唔会啦，我家己嚟遵守冇强量啊。哎呐，唔讲的啦。阿妹，你了都会讲我嘅坏话吼？唔系白花，系色彩花。哪个东西啊？阿妹，今晚哦，海防书调到动脑眼看，讲，哇！做不起来呀，阿妹，你看，动态米哦，太美哦！大公交还没生，你按太美，阿妹又不是得听咯。啊，我点钱就钱，钱就好，唔是说就包人个公司在。哎，阿聪哥，你过来做迄五公司在呢？你动脑奶呢？咁样装啊？师傅啊，也唔是谁哦，也硬搞崩啊，保证冇奶米啊。来，不给，好，阿多，阿聪，我介绍，
俩早就按新来吼，像小莲、阿莲姑，阿莲阿来啦，阿聪哦，阿聪姑得聪啦。哦，得聪公你好啊，你好你好，哎，看唔出嘞，按迄有人做师傅哦。哦，我看年纪老家子差唔多嘛，那有种家子哦，连碗都唔会洗哦。马啥讲俺唔会洗碗啊？根本已经碗哦，俺来洗啊。只会米听来听听，就做来做师傅。安尼哦，俺7岁嘅时候就会师傅啦。得从讲狗腿。哎，头先你讲的啊，金杯碗唔好洗是太家堂得多呢哈。系啊，俺讲俺洗就俺洗啊。好啦，我看吼，得从基本一点到5转嘞，按几下啦，不然歇困的时间吼，我哋要让阿莲吼派一只分养费，我哋分养阿莲吼，加上阿莲密码了好冇？哎呦，按做得哦，好，哎呀，记得做哈。只会来打杂听听，看嘛个分养费啊！好嘞啦，什么人讲我还有分寸地位？哎呦阿妹，一次都要给天数共发。好啦，人家讲要阿姊啊，你强拍个分养费个碗盘哦，洗唔清，无相关啊，挨做来洗啊，唔讲洗唔清挨来洗，无相关，骂啥强啊？俺唔是你天数啊，俺气甲要死。好嘞啦，无事情哦，莫伫咧做下样创来创意啦，讲实在，然后来等下家准备啊，来来，好妈的！来过来到就好。过来啦，多多朋友。哎呀，哎，等下就讲如啊，哎，排斥个拿强啊！哎呦，妈的！哇，安总！咱娘就听到就听出来了。工地的，佢都攞位已經結婚了，佢個女婿。哦，实在很香哦，止不住的哦，口水冇相同啦。哇，
你的当艺术社按蒙牌啊？差不多啊。要按好啦，哇！哎，是讲师傅当然来注意啊，你也得哦，还会对佢煮嘅菜按有新鲜感哦。可见哦，佢嘅功夫哦，已经精湛1:1的啦。当然啦，走啊！哎，你给发青豆呢哈？我老你讲哦，你迷茫了哦，冇终于像你安尼爱拍马屁给你。哎，你很奇怪啊！我将我心肚话讲出来，我哪有拍马屁啊？来，你同佢咧。哦。哇！哎呦，哦，我等叫我就会电你啊。嘿，等下啦，冇太冇声呢啊！阿妹还忙事，做咩事？阿妹啊，好嘛，阿妹，来吃饭喽！来，哎，冯总来了。呀咩传说地图个，传说地图嘅弥漫风药，系嘛？来出地哦，他跳出来讲，来出看到神药蜜，韩国不用海咖啡，多还感觉，来出地一定是师傅做嘅传说地图嘅传说，风药地图嘅风药，师傅啊，你嘅功夫让我按好咗做按1:1嘅风药，厉害，赞，冇办过，好势。阿莲啦，买看嘢哦，莫个捧腹咧，好冇？你睇自家人用多啲忙做啦，啱你咧，佢點會有事情嘅啊？總之哈，有你啦，冇意思啦，冇得啦哈。家佬，按拄好，今个咱出款吼，今日要得唱交通灯诶。哎呀，家呀，你做阿莲姑啦，你要到弥漫流来上班了，嘿，按宿舍啊，叫上班，好唔好啊？啊？不好意思咯，佢这谁来呢？太太，你还得对佢？大点的，你嘛直接讲佢啦，啊，你冇赞成来上班，你就离开，我也冇用啲不噶。天公了，你实在天公了。太子啊！家佬，阿妈是家佬吼，佢意思心情唔好啦，你莫上堂到吼。嘿啦，阿妹，可能哦，太子啊，最近啊，阿你动态啦，发现啦吼。阿妹，你又冇忘记啦哈？师傅，阿莲姑啊，真歹势哦，啊，今日哦，总按澎湃哦，分两人啊不下上班，没多安样事情，莫言继续事啦，我有啲天，我哋地方休息。阿妹，阿妹，师傅。哎呦，他这阵已懂奇怪呢，这个熊马该啊，我按人家还没熟悉。好嘞，太阳早点吃饭啦，来这样哈，走了。加油啊！你系唔系这个出钱嘅太主啊？真嘅呐，你这个人懂好呢。我嘛该啦。感每一个好男人，爱心痛态，强修东西我包要大挺好，无所。係後生嘅時節，福卡太細，就本來不用睇。來提過名，變做戲田廟，係結過婚，有40歲人。
未满了，就会本来不用摕去教。加油啊！假使讲，我的意思哦，迄假使讲哦，假使讲哦，你现在不用摕迄妹哦，你做点颜料，看看啥做阿爸的梦。拿一些比较谢谢啦。穿钱跟这里，一好年。如果你们爱的，我还走得非常你嘞。
我應該就唔好原諒你。藝花攞人講，加油！你还忙4号，还可以让你住后吗？唔是，你們是都給家村嘅話吧嘅用嘅。我喺旅遊已經過你嘅，希望你比你慢點開眼掉呀，還有，莫再個出現到俺哋嘅面前。加油！我卡給你做就了解了呀，按多年了，你就冇老夫卡臉到，係因為你已經唔記得你有婆娘，你有奶呀，你有妹呀。加油！你係愛用的啦。錯噶，你講你有志氣，你有理想，你要出去那邊打拼賺錢做來不卡用。唔講你講嘅不卡，你從講嘅唔係人哋哈。你太給死了。算了，個案都有乜用咯？你冇愛你已經20年了，希望你繼續下去。23年，我再個出現了。加油！你的要求挺過分呢。過分嘅人係你，係你本來咩？做了22年的朋友，就為了等你轉來。係你本來裏邊都我阿爸嘅生命呢。加油！我哋嘅自家都偏壓掉，半壓掉。動態送去啦！這個女真是愛你笑，就請你莫再給我來打敗你嘅身份。我你，你窮養過到以後啊，23年莫再給我出現，也就係你對你最好嘅方法。加油！加油！阿妹啊，太子也忙轉來啊。阿妹，太子哦，幾天心情無好，水行行啊，等伊心情較平靜哦，其實人要轉來啦，就唔是笑咧。我哪有笑見哦？
叫用吃菜金吗？系冇？我讲呀，阿妹，你那做了？其实要好多要做了。我为到我有好你啊，刚讲哦，老家是好嘅哦。阿妹有输送冇？要按样好钱，阿妹就轻听嘞。不过，伢太子啊，就冇像伢两啥样，个性暗坏，脾气又硬硬。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明。千里眺望故乡后，遥远的呀，初恋没爱你。中夜抚琴也将起，如是故人须扬起。青山下攀爬高帆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平。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。山歌一曲能唱多少年，能多。